讲到这台铁便当，有真侪人爱食，定定会去排队。不过民众伫咧高铁左营站买到一粒内面有加纸的台铁便当，这台铁除了回收咧，也讲会调监视器来厘清。高雄市卫生局也派人去查，初步是无看到加纸。不过发现讲这实在拢无勘，要求因限期改善。另外也要抽验产品，等待结果出来才依法办理。卖120块的台铁便当有排骨有青菜，消费者所发现白饭边啊有几只加纸，伊惊甲一直讲实在伤咸。这边有没有定期在做清洁？有加纸便当是伫高铁总营站卖台铁便当的所在买，现场不管早起还是下晡，拢有人来买。卫生局嘛前往稽查。我觉得这还蛮夸张的。怎么说？就是卫生问题，本来就有小强，就是卫生问题有待。就有疑虑嘛，这样子。老牌子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对它很有信心。当然，人有这样的反应，他们知道内部也应该要再注意一下。卫生局稽查卖场地便当制作工厂，拢无发现加纸顶味霉，随机抽验一件同款制停的产品带回检验，结果出来会依法处理。不过制作现场嘛有发现部分食材无完全看无好，要求限期改善。代替是出来回收的，会调研影像查清楚到底倒一个所在出问题。我们这边深感抱歉。那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于今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，已经有联络到该名的消费者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也会针对我们贩售的贩卖台以及我们的厨房做加强的一个清洁。卫生局指出，代替制作工厂2礼拜进行一届病媒防治，最近一届是13工前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已经安排清洁消毒。最近不少店面的餐饮有问题，也是有加纸，其他业者嘛讲，定期防治真重要。消毒杀虫的公司来，他每个礼拜会固定来点药，然后这个前后差别还蛮大的。这间专门卖面线的老店，除了定期会请专人防治味霉，第食物进前，餐具也甲桌面拢会加看一下，碗碟嘛搁冲一届，来确保食安甲家己的名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